呢度係荃灣，呢條好似我都唔係記得，好似係叫青山道。南豐商場對面地鐵站，依架運送係屬於好似係話危險品咁樣爆炸，消防員同警察喺度處理緊現場。地下嗰啲貨物應該係呢架車嘅，就搬咗落地處理緊即係曾經燒過物品啦，我都唔係太清楚啦。呢度係直擊報導，今日係2025年10月8號，時間3:03，我嚟到已經係救熄咗燒完，而家消防員上去架車度處理緊、調查緊，亦都有警察在場，有消防車、救傷車，有冇人受傷暫時唔清楚，報道係咁多。